南投地區各地方未係陸續嘅傳出嚟債錢，體積就係推16線。第14轉計為寬途，本單係時間後嘅日本大水大體嚟3隻插頭，喺傳出就插個和中度水調都係。南為啲水利鄉為去到成義鄉嘅推20之線，未係認為橋團體路基老虎個未本大水大走，不過河底佢未最近啲半日嘅時間先查理咧，希望呢後果可能係會動音重解。推3線韓國推63線是係前行封路，南為天公園南投地區成義鄉、仁愛鄉、韓國國祥鄉係天板天課嘅，水利鄉是係為上班唔上課。波波工業水建內，重新推16線嘅路基本水打走，本來都當快嘅路，下四寸一隻插頭。生活地基早先路奧體嘅時節，傳出有差，從而因為看唔清楚，中到好把度。消防單位得到消息過後，已經排應急燃，公路單位也已經將路封起來了。因為我沒有目睹，所以我沒有很了解。他只是跟我講說，2部車子，一個走，那個沒有那個走向，掉下去的車子是走內側車道這樣子。內地初八晏晡開始落大水，帶到水利鄉嘅新山村嘅居民，知道有點冇窮人。韓國啲半日嘅時節是緊密查理到安全嘅維修，講到兩位非常喜歡時，居民很係動靜。水就已經甲迄個布換來啊，厝嘅頭前嘅布換來啊，就看白色就摸到講緊酸啊咩，真驚，一定驚吼，驚。厝樓又要安怎哈？到對中嘅物件冇摕出來，對中嘅攏全無摕啊濟啊，緊張你邊慢加摕啊。20條歌轉到現場，發現橋已經斷體咧，本來啲路線也見火，也已經冇咧。最嚴重嘅係唔單止暗用天天，因為見落大水，三排嘅樓石見流下來，村嘅屋可能就會唔見體咧。哦，這真濟啊！這都樓得濟間嘅哦，有厝樓以後，樓得濟啊！按它通走呢，應該達到它50戶啊，50戶啊，50戶就連房子這樣的就走了。因為居民見落大水，重新當大夫嘅維修都當危險，然後當到嘅橋都面臨到警戒線，隨時都有封橋嘅可能。而家目前下街很是不是現在封好那橋吼，可能都會封橋，那冇封橋吼，可能都是會這樣，因為兩日很動緊咯吼。外中央鄉也建立253個民眾，也從大水重新散起重台嘅傷害，希望帶到兩位嘅民眾而特別注意，提高警覺，暫時確保自家嘅生命安全。下個節目連風期南投報道。